乡亲内面仔在拜六到这个宜兰，会当看到每一年限定的彩绘稻田的美景。另外，这个南洋戏剧团第一届到龟山岛，要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歌戏。 坐船仔去龟山岛，除了欣赏海面上的风景，伫咧边仔庙口嘛有趣味表演。我来到这吼，想要搭你的船啊，来去龟山岛啊，看老济。伫咧庙埕头前落来演出，就算无正式戏台，嘛唱甲真认真。南洋戏剧团创团30年，互头一摆来耍的民众拢真欢喜。蛮讶异，这个活动还蛮有意义。 淡北角风管处用文化结合观光，推出生态旅游。为昨开始，伫咧乌石港启动，各有国民旅游礼券满清送200优惠，互游客登岛看自然风景，欣赏有名的孤岭海。若好运，可以当看到海底。伫咧头城农场含外澳海沙坡，搁有香花金菇含天果的活动。若是满7岁，就当申请体验。3期美境哦，也就是说宜兰的。 博朗大道，空一机慢慢啊升起咧天顶，翕到青玲玲的稻仔田，到达乌色、黄色的稻仔，画当山车头、落啊板壁含拉布，互游客看个真美。很开阔这样。然后都没有那个电线，很舒服啊。对，而且环境很清幽。趁好天气来到风景区佚佗，享受和都市无同的步调。出来搁有热气球、嘉年华，互大家会当伫咧真悬的所在看到当地美景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